大家好，我係標 D，一個來自馬來西亞嘅整錶愛好者。今日要整嘅一隻手錶係70年代嘅 Omega Geneve，就咁樣睇係一隻使用痕跡比較大嘅金錶，鏡面嚴重刮花，仲出現咗破裂，換鏡就在所難免啦。試下個操作先，逆轉冇聲嘅，咩事？係問題啊，定係設計係咁樣嘅樣？唯有陣間拆開先知道咩事啦。順時可以上到鏈，試下可唔可以喐先？掂啊，可以喐就開心啦。清脆嘅換日期裝置，試埋個調整時間先。線啞嘅，仲會出咔咔聲。雖然唔清楚咩零件出咗問題啊，但係絕對係個大問題。因為呢個機芯本身就識喐，咁我哋就試下佢目前個狀態如何啦。日差係驚人嘅好啊，但係擺幅就太低啦。我試下再泵啲血落去個心臟。冇用啊！等下再幫佢通下波仔啦。有一話一，響咁低嘅擺幅都有如此穩定嘅日差，呢個擺輪好出色啊！好啦，響通波仔之前，先卸咗佢嘅手手腳腳先。原裝Omega鋼帶，使用痕跡好大啊！開膛破肚呢種血腥過程，我哋就 skip 咗佢啦。有上次師傅留低落嚟嘅 service 時間，已經腐蝕咗個 O-ring， 要好好清潔下啦。機芯狀態幾好嘅，60到80年代嘅 Omega 應該都係呢一種銅色機芯。個 automatic rotor 需要先攞出嚟。呢一種有護件加螺絲嘅組合，比起嗰種單純用螺絲嚟固定機芯穩陣好多。掹埋個錶把出嚟，拆咗個固定盤，反轉過嚟，我哋嚟睇下佢嘅廬山真面目啦。呢一瞬間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嘅即視感。一咖喱拆晒啲時分秒針出嚟先。邊皮固定面盤嘅螺絲拆開之後，就可以拆開個面盤。面盤同機芯之間仲有一個硬 plastic 類嘅增高圈，攞開埋個增高圈。小心拆解嗰個日期固定盤嘅彈簧裝置。呢個 Cannon Pinion 唔係 friction fix 嘅，唔需要工具就可以輕鬆咁攞出嚟。呢個星星係攞嚟做快調日期嘅。開始拆解個 keyless 系統。有個勁粗嘅彈簧等緊我，定啲嚟。另一邊又有一個。呢個星星裝置仲有另一個功能，佢可以令機芯停止喐動。佢配合機芯面嘅另一個零件，就可以做出停秒嘅功能。我哋轉到機芯嗰面，拆開個閹割板鵝頸式微調嘅 balance 先。呢一嚿模塊係 automatic 裝置，一般機芯會將呢個裝置直接覆蓋喺個機芯上面，突一嚿出嚟。呢個機芯係 Omega 1012。係 Omega 1000家族入邊嘅其中一個重要機芯，生產於1972到1984年之間。除咗 Geneve、Seamaster 都會用呢一個機芯。呢個 crown wheel 係識喐嘅，目前唔可以完全拆開，需要睇下入邊係咩設計。哦，原來下面係咁嘅樣，需要撳住嚟固定先可以拆開個螺絲。呢個裝置就係點解錶把逆轉時候唔識發出聲音啦。油已經弱化，出現粘稠嘅問題。
佢嘅 second wheel 係連接到下面一個 wheel 嘅。我需要一個專門拆解5腳輪嘅工具，呢個係 Bajaj 30638-3，哇，好實啊！下面連接嘅齒輪都跌埋出嚟，呢個齒輪好細，好重要噶。呢個小彈簧片係用嚟固定嘅秒針嘅。呢個Omega機芯跳脫咗當時已經成熟嘅機芯佈局，係一次大膽嘅嘗試。我需要放翻個 balance 落去，方便我拆開個寶石，順便可以 test 下呢個 balance。呢個 balance 狀態好好，冇咩問題。呢個避震器就係 Inca Block， 使用率最高並深受信賴嘅避震器。下面都係一樣，記住雖然兩個面好似都係一樣咁，但其實係有少少分別嘅，最好就唔好搞亂佢哋啦。家陣拆解個 automatic 裝置，呢個裝置可以令擺陀無論響逆時定係順時都會轉換成一個方向上鏈，令自動陀上鏈更有效率。拆埋個發條盒，automatic手錶嘅發條盒一般係冇刻度嘅，發條響接近滿鏈嘅狀態嘅時候會出現打滑嘅現象，咁就唔會因為過度上鏈而出現斷裂嘅問題。發條嘅尾端同循手上鏈嘅手錶係有啲唔同嘅，呢個係人字形嘅。雖然係原裝鏡面啊，但係已經出現咗裂痕，就冇辦法唔換啦。開始各種清潔啦。呢個鍍金錶殼不愧係20個 micron， 完全冇出現甩漆嘅痕跡，清潔翻乾淨又會閃閃發光，真係適合每日佩戴啊！經過864粒鐘嘅清潔，要更換嘅零件都已經到齊，可以開始組裝啦。我第一個要換嘅零件就係個發條盒。舊嘅發條盒我見到個壁已經磨損得好薄，可能會影響到 amplitude 同埋個 power reserve。呢啲零件只有庫存貨，買一個就少一個，又啱好係Omega，所以價錢高好多。我哋對比下，左邊嗰個係新嘅，呢個發條嘅狀態仲好好，所以我就唔打算換啦。我呢度最接近呢個發條尺寸嘅就係呢個專用於 Rolex 3035機芯嘅發條上鏈器嚟安裝呢個發條。呢個工具我朋友叫佢做卷，我之後都會用呢一個名嚟稱呼。你見到咁樣捲下好似好好玩咁，其實都係要小心使用噶，用唔好會直接整爛個發條。響安裝嘅發條之前，我哋要先響個發條盒個壁塗上一層 Breaking Grease。呢度我用嘅係 Kruber P125。雖然我哋可以俾個發條無限滑行，但係呢一層 Breaking Grease 可以俾個發條展開得接近臨界點先出現滑行，足以令到個 Power Reserve 更加長。清脆嘅一聲，發條就咁完美咁安裝到個發條盒啦。開始俾油，安裝翻個 Barrel Albert， 吸翻埋個蓋。
搞下個 Inca Block 寶石裝置，將 Mobius 9010圖像已經清潔到發亮嘅寶石身上，大概覆蓋50%就得啦。裝置冚翻上去，放翻落個 Inca Block 入邊，閂翻埋道門就搞掂噶啦。落啲 Mobius 9010落去嘅秒針，鎖翻個固定秒針嘅小彈片，落個發條盒之後 escapement wheel、forward wheel、third wheel， 佢個 third wheel 需要同時拉住 forward wheel 同埋個秒針。second wheel 呢個硬 plastic 類零件配合星星裝置就可以做出停秒功能。呢個 plastic 零件被啟動嗰陣時，會直頭頂住個 balance， 令佢瞬間停止，吸翻個夾板，慢慢調整嘅位置。因為個 third wheel 同時拉住兩個齒輪，所以喐起嚟冇咁順暢。呢個可以滑行嘅 crown wheel 係呢個1012我先見到，我曾經整過循手上鏈嘅1030，佢係冇呢個設計嘅。鎖晒啲夾板上去，我哋就可以根據唔同扭力嘅齒輪點上一滴9010或者係1300。呢度我要安裝翻個連接 third wheel 嘅超細 Cannon Pinion。我呢邊需要用到 Holodeck 嘅撳壓工具，呢個工具基本上係設計攞嚟撳壓時分秒針嘅，但啱啱好佢有個 size 符合呢一個齒輪。我諗Omega內部係有一個專門安裝呢個零件嘅工具嘅，但Omega專用嘅工具極少會流出嚟市場，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只可以用啲替代方案嚟安裝。安裝翻個 click，落個 Retro Wheel、Powertrain 就搞掂啦。之後就係控制 Powertrain 開關嘅 Pallet Fork 擒重叉。test 下會唔會跳彈先。好啦，響出口嗰個寶石頂端塗上一層9415，俾每一個齒輪同寶石接觸之間都有足夠嘅油量。要啟動翻個機芯啦，搖翻兩下，識喐，但係而家喐得唔係咁好，係因為頂端嘅個寶石未放翻上去。放翻個寶石裝置，閂翻埋個門。靚晒，即刻上跑步機 test 下先啦。擺幅冇問題，日差都靚。雖然唔係天文台認證嘅機芯，但係50幾年機芯響6個方位都可以保持最多正10秒左右嘅日差，絕對係高質素機芯。好好詮釋嗰句Omega嘅口號 ：Exact time for life， 精準伴你一生。我哋需要等佢行足24小時之後再做調整。呢隻機芯用咗3個 crown wheel， 手上鏈時一般比較難察覺發條嘅回彈力。之前調時間嘅時候出現咗滑牙嘅問題，就出現響呢一個 Cannon Pinion 有問題，嗰個太實啦，轉唔喐啊，完全掹又掹唔出嚟，所以冇辦法直接換個新嘅，塗啲9504落去，俾佢可以順順咁調整時間。開始整個 keyless 系統。只要有摩擦嘅地方，我哋就放一啲 Mobius 9504落去。撳壓式鎖標靶嘅設計就係好，方便拆解個標靶，又容易安裝。個星星安裝到位，連接到個硬 plastic 就可以做到停機芯嘅操作。
Omega 1012係為咗實現超薄自動手錶為目標所研發嘅，所以整個機芯嘅設計同一般機芯完全唔同方向。呢個1012嘅高度只有4.25個 mm， 對比通用機芯之王 ETA 2824-2嘅4.6個 mm 仲過薄，仲薄嘅手錶戴響手更加服帖，更加舒服啊嘛。test 下整個 keyless 系統，落返個日期系統，放返嘅日期板。有開呢個零件同個彈簧，日期就會水平咁呈現喺個錶面上。鎖返最後嘅夾板，試下快調日期，調整時間會帶動個日期，搞掂。我留返個自動舵模塊響個最後，呢一種無論順時定係逆時都可以驅動上鏈機制嘅擺舵系統，我哋叫 Bi-Direction Rotor System。比起單向舵 Uni-Direction Rotor System 有住更高嘅上鏈效益。單向舵嘅好處就係用少啲零件，咁樣就更加少發生故障啦。市面上仲可以買到嘅係，比如近年幾紅嘅 Titoni Seascooper 潛水錶用嘅 T10 自家機芯就係 Uni-Direction 嘅啦。我發現個盒仲有個螺絲同個彈簧，先發現原來我少安裝咗樣嘢。識回彈先係正確噶嘛。安裝埋個自動模塊，安裝個閃閃發光嘅面盤啦。用返個 Holotech 嚟裝針，因為有日期功能，時分針都需要好好咁對好位。test 過確保轉換日期係正確嘅先好撳壓，因為機械零件係有誤差嘅，所以我哋會盡量做到12點前2分鐘或者後3分鐘換日期就已經係夠好噶啦。開機，每小時28,800嘅振頻嘅秒針開工啦喂！家陣要安裝個新鏡面啦。Omega呢種款式會帶有內圈，呢一種我哋叫 tension ring 或者我哋叫 armed ring， 可以令個錶殼同個錶面完全貼合，防水性極佳。吸上個機芯，轉返過嚟，落返埋個固機嘅盤。錶把插返去之前，要先落一啲9504響嗰啲有摩擦嘅部位。
最後落返個半邊擺陀，試下先。上半年之後嘅陀都冇咩想喐咁喎。後蓋都要放返個新嘅防水圈，雖然路標一般會失去防水功能，但該放防水嘅地方我哋都會做返靚俾佢。拜拜啦，你呢個超難搞嘅機芯，下次見面應該就係6、7年之後嘅事啦。原裝嘅標帶使用痕跡過大，我就唔用返啦。呢個金標 Omega 我覺得着嗰粒色就係最啱睇噶啦。撕開層保護膜，黐線，竟然可以保存得咁靚。呢個機芯真心難搞，完全係Omega自己生產出嚟嘅工具，先可以完美 service 到呢一隻機芯。對外面嘅整標師傅真係極不友好啊！但Omega嘅質素不需質疑，最後出嚟嘅效果我係好滿意嘅。一齊嚟欣賞下呢一個70年代嘅金標Omega Genève。最後叫我老豆戴上手試下啦。今集就到呢度，直到下次整標再約啦。